星星老怪害死洛太师叔玄难大师，兄弟要找他报仇。哎，二弟，你不是他对手，二弟。二弟的功夫果然不错呀。那是自然的。来的正好，保护我三弟。哎，大哥，大哥！哎呀，哎！这二人招招凶险，均恐对方要害，但姿势却如此美妙，简直就像舞蹈一样。好，举重若轻，潇洒如意，这样的武路我从来没见过。哎，王姑娘，这是哪一门功夫啊？呀！表哥小心！游龙引凤，表哥使这套功夫，自然是不会败了。萧大侠现在只是和这个庄帮主对攻，可是这样一来，不是在大家面前丢尽了慕容家的名声吗？表哥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幸福是大，名望是小。我若能为天下英雄除去这个中原武林大害，这武林盟主一席便非我莫属了。那时振臂一呼，大燕幸福有望。他只关心他表哥的安危，他的眼睛绝不会离开慕容公子，往我身上看一眼的。阿紫，杀了萧峰之后，这仇烈帮主变成了我的大敌。哼，我要叫他们两败俱伤。我口口声声说要和两位哥哥同患难，事到临头却躲在人群之中受人保护，这算什么义气？反正左右是个死嘛。我虽然武功不行，但以凌波微步也能和慕容复纠缠一番，让大哥腾出手来，先打退那个仇脸。慕容公子，你和我大哥齐名，就该当和他1对1的对招，怎么让人相助？就算勉强打个平手，岂不是让天下英雄耻笑吗？来，有本事你打我呀！
当然是活在世上比较有味道一点。你若想活，就叫我100声亲爷爷。哼，你又大不了我几岁，真不害臊啊！啊，你救不救？表哥，三弟，你怎么不叫我100声亲爷爷呢？不要杀我儿子！你奶奶的！我师傅虽然不是个东西，但总也是我岳老二的师傅。你打我师傅，就如同打我岳老二一般。万一我师傅贪生怕死叫了你一声亲爷爷，你岂不是比我岳老二还要大出1、2、3，大出3辈了吧？实在是欺人太甚！我跟你拼了！你奶！你是我师傅的老子，我要是骂了你，岂不是乱了辈分？等有机会，我一定要悄悄的把你脑袋瓜子剪下来。表哥小心，这是大力断氏的一阳指，不可轻敌呀！王爷，主公，主公，扶我起来！向以侠义为先。你身为一帮帮主，却和星宿派的一帮妖人在一起同流合污，真是辱没了丐帮数百年来的美名。三弟，你这6脉神剑尚未纯熟，不妨用一种剑法试试。是，多谢大哥指点。王姑娘，你出声帮一下公子爷吧。我的6脉神剑一窍都不通啊！三弟的剑法如此神奇，就换了是我也抵不过呀。阿主，你的担心，我现在明白了。
死这个星宿老怪！生死符最具神效。姑娘接着。多谢大哥。主人，你给星宿老怪种生死符，得用些酒水。好。主人接着。哎，星宿老仙，神东王的，哎，这大秀一摆啊，这贼人就死定了。段公子，手下留情啊！痒啊！痒！哎呀，痒啊！什么了？哎呀，这哎呀！不打了！混账！收上我家公子！表哥，人家饶你性命，你却反下毒手！哼！我萧峰大好男儿，却跟你这种小人齐名，杀你太丢人了！滚！公子，表哥，你没事吧？表哥，你有儿子没有？我尚未婚配，哪来的儿子？你有祖宗没有？自然有。我自愿就死，与你何干？士可杀不可辱，慕容复堂堂男子，岂容你这无礼言语？你高祖有儿子，你曾祖、祖父、父亲都有儿子，就是你没有儿子。呵呵，大燕国当年慕容恪、慕容垂、慕容德，那是何等的英雄啊！却不料都变成了绝种绝代的无号之人。承蒙高人指点，慕容复目光短浅，大恩大德，莫齿难忘。古来成大业者，哪一个不历尽千辛万苦？汉高祖有百等求和之困，唐高祖有降顺突厥之辱。倘若都像你这么引荐一哥，只不过是个心窄气狭的俗汉罢了，还怎么谈得上光复大燕国？我知道了，起来吧。萧大侠武功卓绝，老夫十分佩服。今天也想跟你领教几招。哼哼，不敢，请。哼。且慢！你是谁？你又是谁？你在少林寺中一躲数十年，为了什么？我也正要问你，你在少林寺一躲数十年，又为了什么？你我虽未谋面，但我认得你的身影。你的身影，我也认得。这两个人怎么在寺里已有数十年了？师兄，我丝毫不知，难道真有这事儿？我藏身少林寺中是为了找一样东西。我藏身少林寺数十年，也为了找一样东西。
这个东西我已经找到了，想必你要找的东西也应该找到了吧？否则的话，咱们3次交手都没有分出胜负。尊家的武功了得，在下十分佩服，有不用再比试比试。阁下的武功我也十分钦佩，我想就是再比试下去的话，只怕也难分高下。请。阿弥陀佛。痒死我了！虚竹，你去解了丁施主身上的苦难啊！是。谨遵方丈法旨，把镇养丸拿来。是。痒啊！星宿老怪，这颗镇养丸可止3日之痒，过了3日，其痒又再发作，那时候我主人是否再次灵药，要看你乖不乖了。救公主人，英雄无敌，我等小人。是，我等小人，死心塌地，要为主人效犬马之劳，这天下武林盟主一席，非主人莫属。对呀，只要主人下令，小人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啊！主人，这星宿老怪灯烛之火，居然也敢和日月争光，心怀叵测，邪恶不堪呐！主人，你迅速将他处死，为世间除此败类啊！你们这些卑鄙小人，怎么将吹捧星宿老怪的陈腔滥调、无耻言语，转而称说我主人，当真无耻至极！我说呀，是仙姑，立马皇上翻新，保管让仙姑满意。对，仙姑，花容月貌，胜过那西施杨贵妃呀。你们都给我滚一边去！仙姑有令，不得有误，快滚！是。滚到后边去！后边！虚竹，你自立门户，日后当走侠义正道，约束门人弟子，令他们不要祸害江湖，那便是广积福德，多种善因，在家出家都是一样了。是。安排法杖。是，法杖伺候。是。虚竹，你现在还是少林弟子，俯身受杖吧。弟子虚竹，身犯本寺重戒，恭领杖责。二哥！阿弥陀佛。
儿啊，儿啊，我是你娘啊！我娘，方丈，儿啊！我生下你不久，就在你背上和屁股上烧了9个戒点香疤。你说，你屁股上是不是有9个戒点香疤？我屁股上是有9个戒点香疤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因为我是你的亲娘啊！儿啊！我终于找到我的亲生儿子了！我找到我的亲生儿子了！我找到我的亲生儿子了！24年来，我白天想你，晚上想你，我气不过别人有儿子，自己的儿子却给天杀的贼子偷了去，所以你总是偷人家白白胖胖的娃儿来玩，玩够了之后就杀了他。原来你的儿子也是被别人偷去的。哎呦，可是别人的儿子哪有自己亲生的好啊？真是我娘。他是我的儿子，你不要再打他了。是哪个天杀的贼子偷去了我的孩儿，害得我们母子分离了24年。孩儿，我们走遍天涯海角，也要将他抓着，把他碎尸万段，剁成肉酱。我的武功敌不过他，可是我的孩儿武功高强，能报仇雪恨。你的孩儿是给人家偷去的，还是抢去的？你脖子上的2道血痕从何而来？你是谁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不认识我了吗？是你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！不错，你儿子是我抢去的，你脖子上的血痕也是我抓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孩子的父亲是谁？不，我不能说，我不能说。娘，你跟我说，我爹到底是谁啊？不，我不能说，孩儿。叶二娘，当年的事，你还记得吧？是我引诱了他，是我引诱了他。这个男子只顾及他自己的声名前程，全不顾念你一个年纪轻轻的姑娘，未嫁生子，处境是何等的凄惨。不，他顾及到我了，他给了我许多银两，他好好安排了我的下半生。可他为什么让你孤零零的漂泊江湖？我不能嫁给他，我不能嫁给他。你真的不想说出无情无义的男子是谁吗？不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你跟叶二娘居然也有一手，瞒得不错了。我所识女子之中有她在内吗？倘若当真害得她如此，纵然在天下英雄面前声名扫地，我也绝不能丝毫亏待于她。
这孩子的父亲此刻就在这里，你为何不指出他来？不，为什么在你孩儿的背上、屁股上烧上了许多的戒点香疤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你孩儿一生下来，你就想要他当和尚吗？不是的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别再问我了好吗？你别再问我了。你不肯说，我却知道，是因为这孩子的父亲，那也是一位大名鼎鼎的高僧。娘，孩儿，咱们走，这仇咱们不报了啊！咱们走。且慢，我的话还没说完呢。叶二娘，你不是想知道我为什么抢你的孩子吗？是因为有人抢去了我的孩儿，令我家破人亡。我这全是为了报仇。有人抢了你的孩儿，你是为了报仇？正是。我抢了你的孩儿，把他放在少林寺的菜园之中，让少林僧将他抚养长大，授他一身武艺。那是因为我自己的亲生孩儿也是被人抢了去，由少林僧授了他一身武艺。你不想看看我的真面目吗？你到底是谁？谁？萧远山。你是萧远山？你是我爹？对，孩子，我正是你爹。把他面给我。是。萧远山绝笔，萧远山绝笔。孩子，我那日跳崖自尽，谁知竟坠在一株大树之上，竟得不死。这样一来，我的死志已去，心中只剩下报仇二字。那天，在雁门关外，10几个中原高手竟杀了你不会武功的娘。孩儿，你说此仇该不该报？杀母之仇，不共戴天，怎可不报？凤儿，当日杀你母亲之人，大半已经被我当场击毙。丐帮帮主王建通染病身亡，算便宜了他。只是那个大恶人，带头大哥，现在还活着，而且就在这里。此人是谁？此人到底是谁？自己站出来吧！凤儿，那日
我和你娘怀抱着你，到你姨父家去走亲戚，不料路经雁门关时，突然10几个中原高手跃将出来，将你娘杀死。大宋和契丹素来有仇，互相厮杀本不足怪，但他们却联手来伏击我。凤儿，你可知道这是为什么？我听智光大师说，他们误信了契丹武士要到少林寺夺取武学经典，所以当年你爹我并无夺取少林武学典籍之心，他们确实冤枉我了。好，我萧远山一不做二不休，你们冤枉我，不能白受你们冤枉。30年来，我隐身少林寺中，将你们的武学典籍瞧了个遍。少林寺的诸位高僧，你们听着，有本事你们把我萧远山杀了，否则的话，少林武功非流入大辽不可。这代恶人当年杀死我娘，还可以说是个误会。可是后来，他杀了我养父养母，让孩儿蒙受恶名。此人到底是谁？请爹指出来。凤儿，这回你错了。我错了，错了。那乔氏夫妇是我杀的。什么？是你杀的？我苦苦找寻的大恶人，原来就是你！这么说，火烧单家庄，杀死谭公、谭婆、赵钱孙，都是你干的？不错，都是我干的。当年带头在雁门关外杀死你娘的人是谁？他们明明知道，却个个袒护他，就是不肯说出是谁。凤儿，难道还不该杀？凤儿，你可知道，我是扮成你的样子去干的。孩子，这也算是咱们爷儿俩给你娘报仇。少林寺的玄苦大师亲授孩儿武功，10年中寒暑不断，孩儿有今日，多亏恩师栽培，一句连他也不放过。这些南朝武人，个个阴险狡诈，有什么好东西？玄苦是被我一掌震死的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杀我爱妻、夺我独子的大仇人之中，丐帮的帮主，也有少林派的高手。他们想永远隐瞒这种血腥的罪过，将我儿子变为汉人，拜大仇人为师，做丐帮帮主的继承人。凤儿，他们这些中原人对咱们的欺辱、冤枉还不够吗？这些人既然是你杀的，便和我杀的也没什么分别了。我一直背负着这恶名，看来并不冤枉。带头大哥是谁？你到底查明白了没有？岂有不查明白之理？此人害得我家破人亡，我若将他一掌打死，岂不太便宜了他？他就是许竹的老子叶二娘。啊！许竹的老子是谁？你若不说，我可说出来了。我在少林寺中隐伏30年，什么事能逃得过我的眼睛？
你们在紫云洞中相会，他叫乔婆婆给你接生，这些事要我一五一十的说出来吗？不要啊！不要啊！小老英雄，求求你大发慈悲，高抬贵手，放了他吧！我儿和你公子有八脉之交，结为金兰兄弟。他在武林中有那么大的声誉，年纪也那么大了，要打要杀，你就冲我来吧！我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！善哉善哉，既造业因，便有业果。虚竹，你过来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啊！不，虚竹，你在寺中24年，我竟然不知，你便是我的儿子。玄慈方丈，你终于承认了。萧老施主，你和令郎分别30多年，不得相见，可你却早已知道他声名鹊起，武功精进，成为江湖第一英雄。我和虚竹日日相见，却始终不知道他就是我的儿子。不要再说了，不要再说了！二娘，我已做下双重罪恶，反悔固然无用，隐瞒也无用，只是这些年来苦了你了。你有苦不能说，那才是真苦。萧老施主，当年雁门关外一役，老衲铸成大错，众家兄弟为老衲包庇此事，又被你一一杀死。今日老衲以死相报，不算晚吧？玄慈大师，你确实该杀。不过，我竟是一代高僧，不愿意和你一决生死。方丈，方丈，方丈，慕容博老施主，当年你假传音讯，说契丹高人萧远山要来少林寺夺取武学典籍，以致酿成种种大错，难道你就没有丝毫的内疚吗？阿弥陀佛。方丈大师，你的眼光当真厉害，居然把我认出来了！哼！父亲，你还活着？父亲，你是为我大燕的江山和慕容家的安全才要诈死的吧？不错，慕容老施主，老衲和你曾经交往好多年，素来敬重你的为人。那天你向我告知此事，老衲自然深信不疑。此后，错杀了好人，也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你。后来听说你英年早逝，老衲好生痛悼。没想到你，慕容老施主，老衲听到你对令郎的劝导，才得知你姑苏慕容氏
是帝王后裔，所谋者大。那么你当年假传音讯的用意就再也明白不过了。只是你所图谋的大事并未成功，却白白的害死了许多无辜的性命。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慕容老贼，你这个罪魁祸首，上来领死吧！父亲，诸位英豪，我知道你们不想让我活过今天，但杀我之仇不可不报。我先去杀了慕容老贼，再回来做个了断。哎，兄弟，我们进去找公子，好，进去各往一臂之力，结阵拦住。过去，快点进去，让我过去。王姑娘，怎么着？少林乃佛门善地，非欧斗之场。各位，请勿擅闯。胡说八道！非也，我看此处并非佛门善地，乃是专养私生子的风水宝地。你住手！老衲犯了佛门大戒，有伤佛门清誉，依本寺戒律，该当如何惩处？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清明令誉之保全，不在求永远无人犯规，而在求事事按律惩处。宣词方长有对自己实行了，请各位英豪止步。我玄慈犯了淫戒，与虚竹同罪，身为方丈，罪行加倍。执法僧将我重重责打200棍，少林寺的清誉攸关，不得徇私舞弊。方丈，少林寺的千年清誉，岂能坏于我手？是，执法僧永行。又不是佛门女尼，何罪之有？刑杖！
杖刑完毕。
萧元山，是你们父子俩一起上呢，还是我们二老单打独斗，拼个死活呀？哼哼，你我之间深仇大恨，不死不解，这不是较量武艺高下，所以自然是我父子联手齐上，定取你性命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慕容先生，当年听说先生西去，小僧十分悲痛。原来先生隐居不出，另有深意。今日相会，小僧很高兴。在下因家国之故装了回死，让大师挂念了。岂敢岂敢！那年小僧与先生讲武论剑，得蒙先生指点，又承先生以少林寺72绝技要旨相赠，小僧铭感于心。刚才大理的段公子与犬子相斗，是剑气纵横啊！天下第一剑之言，名不虚传嘛。这萧氏父子是欲杀我而甘心，大师，你怎么看？我们是知己好友，我怎么能袖手旁观？今日之事，不判生死，誓不罢休。哼，接招吧！南慕容，北乔峰，果然名不虚传呐。小熊啊，我有一言，你听是不听？哼，任凭你花言巧语，休想叫我不报这杀妻之仇！我方3人敌你父子2人，哼，请问是谁多占胜面？哼，当然是你多占胜面。哼，萧氏父子英明盖世，生平怕过谁来？可是今天想要杀我，哼，却也难得很呐。不如我跟你做桩买卖，我让你来报仇，但你父子必须答应我一件事。你有什么诡计？只需你父子答应了这件事，便可上前杀我报仇，在下束手待毙，绝不抗拒。我师和富儿也不得上前救援。休息一下吧。哦，不要了，我们赶快走吧，千万别遇上窦延庆那个大恶人。娘，我想方便一下。那让娘陪你去吧。不，我还是自己去吧。哎，小心啊，阿紫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哎，玉儿呢？啊，我看到了，他去追慕容家那个王姑娘去了。不好，有毒！张大哥，阿紫姑娘，张大哥，我来带你跑吧。不过你要听我的。好，可是我的腿断了。没关系，我背你，你指路，走。这怎么行啊？阿紫，那边。萧兄，你说我慕容博是哪国人？爹，先杀了他再说。他是哪国人，有什么关系？有。福儿，咱们是哪国人？咱们慕容氏乃鲜卑族人，昔日大燕国威震河朔，打下了锦绣江山，只可惜敌人凶险狠毒，颠覆我邦。我给你取名，用一个“父”字，
是什么用意？父亲是让孩儿时刻不要忘了祖宗遗训，灭大宋，兴大燕。你将大燕国的传国玉玺取出来，让萧大侠瞧瞧。是。你将大燕皇帝的世袭谱表取出来，让萧老英雄过目。原来慕容先生乃是大燕国王孙呐！哦，失敬失敬。唉，亡国遗民，保住命，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了。只是历代祖宗的遗训，要兴复江山，我慕容博无能啊！江湖上奔波了半世，始终是一无所成啊！萧兄，你说我鲜卑慕容氏意图光复故国，这该是不该？成则为王，败则为寇，没什么该不该的。萧兄直言极是，慕容氏若要兴复燕国，须得有机可乘啊！我慕容氏人丁单薄，势力微弱，重建邦国，当真谈何容易啊！唯一的机缘便是天下大乱，四下征战不休啊！哈！原来你捏造音讯，挑拨是非，是想使宋辽生信，大战一场。正是，倘若宋辽之间战争复起，我燕国便可以乘机而动。不错。倘若宋朝既有外患，又生内乱，不但慕容先生复国有望，我吐蕃国也能分一杯羹啊！哼！令郎官居辽国南院大王，手握兵符。倘若挥军南下，占尽黄河以北土地，进可以自立成王，退以长保富贵。那时顺手将中原的群豪聚而歼之，如杀蝼蚁，被丐帮逐出的一口恶气，不也一吐为快吗？哼！你想让我儿为你尽力，你好浑水摸鱼，让你兴复燕国的野心得逞。不错，我慕容氏可见一支义旗，兵发山东，为你大辽呼应。同时，煽动吐蕃、西夏、大理三国一时并起，咱们五国瓜分了大宋，亦非难事啊！我燕国不敢取大辽1尺1寸的土地，此事对大辽是大大的有利啊！小兄，你何乐而不为啊？小兄，只要你依了在下的倡议，立即取了在下的性命，替夫人报仇，在下绝不抗拒。慕容老先生，倘若慕容先生甘心就死，那慕容氏大业则更加难成。先生这不是死得轻于鸿毛了吗？大师，此言差矣啊！哦。小兄啊，你隐居江湖数十年，侠踪少现人间，可是萧大侠却英名播于天下，一言九鼎啊！萧大侠为了一个无亲无故的少女，尚肯冒险入聚贤庄求医，所以老朽希望我们能够联手抗宋。在下已筹算许久，这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！杀母大仇，怎么能当做买卖来交易？这等肮脏之事，岂是我萧峰所为？此仇能报便报，如果今天杀不了你，就算我父子死在此地，也毫无所谓。
素闻萧峰萧大侠才略盖世，实践非凡，不料今日一见，竟是个不明大义、屠城义气的勇夫，真可笑啊！可笑啊！萧峰是英雄豪杰也罢，凡夫俗子也罢，绝不会落入你的圈套，成为你手中杀人之刀。识君之路，忠君之事。你是大辽的重臣，却只记得父母私仇，不思尽忠报国，如何对得起大辽？你见过边关上宋辽相互仇杀的惨状吗？你见过宋人、辽人妻子离散、家破人亡的情景吗？宋辽之间好容易罢兵数十年，倘若刀兵再起，宋辽铁骑侵入南朝，将会有多少宋人惨遭横死，又会有多少辽人死于非命？我们打了一个血流成河、尸骨如山，却让你慕容氏伺机兴复燕国。我萧峰对大辽精忠报国，是在保土安民，绝不是为了杀人取地、建功立业。善哉善哉！萧大侠宅心仁厚，如此以天下苍生为念，真是菩萨心肠。看这边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没有。那边看，那边看看。没有啊？怎么样？有没有？那边有。走，跑，那边看看。走。你躲在这里多久了？施主是问我躲在这里有多久了？不错，问的就是你。我也记不清楚了，不知是42年，还是43年。这位萧老居士第一次来偷看经书之时，我已经来了10多年了。你们呢？没有，继续找。是，好，继续找，继续找，快！后来慕容老居士也来了。哎，你来我去，将阁中的经书翻得乱七八糟，也不知道为了什么。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？萧居士全神贯注于武学典籍之中，心无旁骛，自然瞧不见老僧。记得居士第一次来借阅的是一部无相节之谱，从那时候起，居士便入了魔道。可惜呀，可惜。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萧居士第2次来偷阅的是一部般若掌法，当时老僧就暗自叹息，知道居士由此入魔，越陷越深，心中不忍，便在居士惯常取书之处放了一部《法华经》和一部《杂阿含经》，只盼居士能借了去研习参悟。不料居士沉迷于武功，与正宗佛法却置之不理，将这2部经书撇在一旁，找到了一部伏魔杖法，欢喜的去了。唉，沉迷于苦海，不知何时方能自拔。慕容居士是鲜卑族人，但侨居江南已数代了。老僧本以为你已经沾到一些南朝的文采风流，
却不料你来到藏经阁中，将我祖师的威严法语、历代高僧的语录心得一概弃如敝履，挑到了一本拈花指法，便如获至宝。哼，昔人买椟还珠，已一笑千载。两位居士乃当世高人，却也作此愚行。